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靈修，老主清勸，述說主恩。今日嘅經文係雅各書4章8節，再讀詩篇73篇28節。你們清勸上帝，上帝就必清勸你們。但我清勸上帝，是以我有益。我以主耶和華為我的避難所，好叫我述說你一切的作為。小故事講到，有一隻婦女，老家嘅大家庭生活在一間好狹窄嘅屋仔裏，佢每日忙碌嘅工作，賺到一啲啲好微薄嘅收入為生。但係佢對信仰、對神嘅熱愛，常常深深嘅感動好多人。常常有人問佢：你兩邊樣能夠老神安清勸？你安望有冇地方可以自家一隻人安親？佢就回答講：我有地方老神交通。當我想要將世界傳在外出，老神清勸嘅時候，我就坐下來，將我嘅頭轉落我嘅大工作衫底背。也就係我老神單獨在一切唯一嘅方法。我對一切嚟默想，清勸主好得無比，但係我哋係咪有好多嘅藉口，講冇時間、冇適當嘅環境，讓我哋老主清勸？放下手邊嘅工作，霎緊眼老其清勸吧。就算只係短短嘅1-2分鐘，也係寶貴嘅。我哋一齊來禱告。親愛嘅天父，當我哋清勸你嘅時候，你就清勸我哋生命就改變，學習更加暢意。主啊，我哋清勸你，求你嘅愛滋潤我哋嘅心靈，扶持我哋軟弱嘅身心。即使我哋生活忙碌，我哋也可以隨時隨地嘅老你交通清勸你。感謝常常陪伴我哋嘅主，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們。重溫今日嘅經文，雅各書4章8節，詩篇73篇28節。你們清勸上帝，上帝就必清勸你們。但我清勸上帝，是以我有益。我以主耶和華為我的避難所，好叫我述說你一切的作為。